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出席2023年台湾人工智慧年会开幕典礼。伊伫致辞的时阵表示讲，伊认同 AI 力就是国力的讲法，人工智慧愈发展哦，对 ICT 产业有优势的台湾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清楚的看得到地缘政治的变化，所以全世界也在寻找一条可信赖的供应链。台湾是民主国家。而且呢，我们的 ICT 产业又这么强，所以自然而然呢，全球产业链因为地缘政治重新重组的时候，台湾的地位会越趋于重要。换句话说，台湾在未来全球化的时代、地缘政治的新时代里面，我们的机会之窗会越开越大，也从而让我们的国力会越来越强。赖清德表示讲，未来咱台湾嘛应该爱有家己的人工智慧对话系统哦，所以国内嘛应该赶紧制定相关的法律保障来协助 AI 的发展哦，嘛应该爱互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接触合适 AI 这个工具。伊嘛强调讲 ，AI 的发展哦，嘛一定爱照顾到弱势的族群。